到天空冰天，看一个梦。春夏秋冬冰轻松，到土地冰天，看一个梦。直接地海嘅地都江中，手条条总见天，手条条淡见天，手条条海自由，也是四季间自由嘞。跳起呀，本皮公都三皮呀，笑啊，就算是多少。跳舞啊，约束也起风景咯，总唔见天，就起风帆。Along the way we will lose someday. Along the way we will find it okay. Along the way, one fine morning, find a way. Fly away. 耶！哇，实在是太开心了吼！动份以后，了是会你基本理解提出歌曲，加加咱分享你境界，里边其实会理解创作歌手范清辉分享。大家好，我係范神飛，今日真感動，歡喜來到福喜來咧。耶，好開心哦！我覺得要恭喜陳飛，昨天講係第一張很完整，這輩子第一張很完整的專輯。對，不過你說第一張，這輩子第一張是不是？有第一張，很快就會有第二張。哦，那很期待。對，因為你不覺得做音樂跟創作很奇怪，很辛苦，輕辛苦。不過一旦它誕生了，很奇怪，你就會覺得好像生命中要繼續籌備第二張，你被感覺？其實在做專輯的時候是很辛苦，沒有錯。可是做完之後又會覺得有一種，你知道，就像按摩完之後很舒暢，就按摩的時候很痛嘛，然後按摩完之後很舒暢，然後你就會有一種上癮的感覺。對，哇，我們今天基本有動動來事情，走的跟陳飛來打嘴鼓。我先來講一下你剛才那首歌《總唔見體》，要不要跟大家先分享一下？總唔見體就是弄丟的意思嘛，在客語裡面。那其實這張專輯的名啊，就很多弄丟的方法。總唔見體嘅方法。那其實這個總唔見體廖樹狗是最後一首寫完的歌，就在這張專輯裡面。因為就想說要給他一個有點像精神性的一首歌。對，就是讓大家開宗明義就知道這個專輯在講什麼。所以就為了這張專輯寫的這樣。對，你說總唔見體就是你用翻譯講就是弄丟嘛，對不對？把東西弄丟了，你知道東西弄丟，你覺得啊好可惜哦，那東西不見了。對，我知道陳飛也是用安用改概念，弄總唔見體改概念來包裝這張專輯。我們說它的命題也好，它的核心，對吧？因為懂人問來講，弄丟的方法到底是什麼？我們弄丟東西不需要方法嘛，就是你知道，就是無意之間，對，就唔見體嘞，就是不曉得到底怎麼弄。那弄丟的方法就是我就是故意的啦，因為要有方法就是故意的咯。所以其實在這張專輯裡面寫的是我們第一審八底度有懂得你不喜歡的、不想要的，或是其實你知道它在你身上影響很久，沒有好也沒有壞，可是你很想要把它先放在一邊試試看的，用一個全新的自己去面對這個世界的感覺，就把這些習慣慣性弄丟，然後去感受，就有一點像是你衝走迷路的時候，你沒有手機，然後你在一個全新的地方、全新的城市裡，你會把你的五官全部打開的那一種新鮮感跟刺激，但是你當下是真的很活着的感覺，所以就好像這是我第一張專輯，每一首歌跟這一張專輯也都是全新的去面對到所有的聽眾朋友，用我的新的身份，還有所有的觀眾朋友，
跟他们的一种互相的撞击，然后一些大家的跟我分享的一些感觉，这样。哇，唐青帆讲大家分享，因为其实该讲性感兴奋哈，你大白讲东西中眼陪它可以是很具体的，我的雨伞弄丢了，我的手机中眼陪，可是刚才陈飞到大家都分享的，其实很转动，其实是比较内在的，就是你在面对自己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东西你要做调整，对，然后你走一走挑情感世界，什么东西我要刻意去删除，对，所以我找了一个方法，对不对？而且刚刚说新的身份，其实陈飞这一次走对讲还算够修改幸福类到台港来见面，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陈飞在戏剧上有非常多的作品，对，然后成绩也很好，对，所以台港大白可能也是可能会读填习读，可能也冉冉，黑模式系五主角，哦，在戏开改表现非常改好，我们个记不记好像是一个新人的样子，以歌手的身份跟大家见面，哦，这也是有很多故事。这样讲，刚刚讲到是专辑的概念，可是用前面台港有地哦，人家地不读又动豆改哈嘎够 Q， 歌，其实底度也有就是 Hello 狗哎，还有法尼给狗，对，像有一首歌是一几缸，嘿，是闽南语歌，Hello 狗哎，然后有一首是一丝气息的路，是华语歌，哎，你真的很了不起哎，一张专辑里面有3种语言以上，对不对？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其实我一开始创作以华语为主，那是客语是后来这几年慢慢的好，慢慢养正来。那闽南语歌是有时候演戏要闽南语嘛，对。然后我演完之后那一阵子的闽南语就是特别好，然后有练习嘛，然后就想说不要浪费，赶快来写一个，不然生活当中很少会用的话，其实一下子它又会退步，所以又会用，比如说演完一出戏，又会把它写成一首歌。像《一级刚刚》这首歌，就是我在几年前演了一出大爱的戏，我觉得对我来讲那出戏的印象跟整个演完的感受非常的深，所以演完之后，我就把它写成一首歌，然后后来就有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面。对，我真的觉得很棒哎，我觉得如果说你一开始就是一个创作歌手，这是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一开始是一个表演工作者，是一个演员，然后你以重构，我觉得对我来说，演员每演一个角色，他就是用那个人的人生活一遍。对，我觉得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你一直在尝试不同的人生，因为你在不同的角色里面，所以你的感受很深。然后你再把这样的一个感受，充性咋个回馈的，你敢够 Q 地度，然后你又有创作的能力，然后能量，但是你又可以用那个人的人生，然后融合你自己的感受，就有那个《一级刚》这首歌。我觉得这是，黑龙一躺陈飞改够 Q， 或是听他聊天傅颖雄最大的不一样。我觉得跟一开始就是一个歌手在创作这条路，哇，那个生命经验是不一样的。所以依家还有讲到，还修改喉咙够 Q， 其实还有翻译改够 Q， 对不对？华语歌听说也是因为看了剧本，对。它其实是我在那时候应该也是有audition，然后可是我先看了剧本嘛，然后我就觉得这剧本真的写得太好了，虽然后来没有，也是好几年前的时候没有缘分演到这出戏，可是我觉得那个戏写得非常宏观，然后它只是在讲轮回的事情，讲不同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还有一些上面的世界跟下面的世界的一个故事，然后我就把它觉得好像可以把跟自己关心的事情有点像，我就把它写下来，写成一首歌这样子。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真的是非常环保，你不觉得吗？就演完很累，然后也不要浪费这些经验，有没有？就赶快再把它写成一首歌。对，可是我也会觉得，就是不管你是走一家公司然后就是或是看一个剧本，然后因为加上你创作的能量，然后我觉得也替他留一个痕迹耶，对我来说，对吧？然后也是你自己内在的一个反刍。我的感觉是这样啊，因为我是为霞够 Q 音，我是完全音乐白痴，可是我又光想象，我就觉得那是一件好令人羡慕的事情。我觉得这是陈飞，你给我们带起来用音哦，而且钦佩真的很了不起哎，因为那个地图啊，
下过 Q， 因为跳过 Q 是有一朵花，对不对？有一缕花。因为其实公司台会，其实佢还会系俩经验练习落嘅吼。因为佢本身其实就在讲系讲回流大概这样子嘛。你讲，你这首歌竟然是用男视线唱哎。嘿，因为我去年嘅时节在林乐啊，做一出戏，就是去那边做一个对冲嘛，有一个对，有一个那个庄头剧场嘛，还算是6对300年给庆祝个活动这样。那在领了 K 俩 Tiki， 你就是要跟他们讲男视线，对，男吸烟嘛。那我们演那出戏的时候，也要全部都用男吸烟给讲。还有一个老师专门帮我们正音，这样子，就说这个要怎么。那我才发现，虽然我一直知道男视线跟视线很像，而且有一些讲话不同，可是真的到了当地，你才知道啊，原来哦，等会要讲乖后啊，好，转来要讲归来啦，我们啊矮店要讲矮内呐，我们这些，所以我就觉得这些我可能短时间内很少会有机会，我不知道我下一次什么机会会再去6对 Tiki 来，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个记忆留下来。我可能很怕我自己失忆吧，我想说赶快写下来，我每次唱我就可以回忆一下，所以写男视线就是有点想要把那段记忆也再把它留下来，保留下来这样。所以啊，你家乡这边会讲，他们种性格专是真心看做在谈到，冇强个语言，连男视线都有，还有乜个故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当中再讲。因为只是动分仪就在绕墙到清飞那个节目地图了，大家都分享，哇！佢讲佢俩声音体育中改撰写，用歌手改兴奋，然后大家都见面，好，大家可能家家都喜，看地图又看到陈飞，不管是在其他台的戏剧里面，哇！今天这个可以看到陈飞来分享歌曲，真的很开心。不过哈，一半都一讲啊，你可能又被走戏感应，又被重构感应，我们就很喜欢问说，你觉得这个重构的老周戏，你比较喜欢什么？对，一般都会说都喜欢。不过陈飞对你来说，你觉得是？真给都喜欢。应该是说，因为演戏是比较擅长。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演戏比较擅长。我一直在创作或者在冲狗一个时候，我就在想怎么样能够唱得更好。然后在这一次的录音的时候，在做这张专辑，然后还有中间我问了许多的歌唱界的前辈或是朋友，我后来发现，其实唱歌就是演戏。你要真的进入那个情境，你的声音就会改变。当然，唱歌也是有技巧，它是非常需要技巧跟练习。可是借由这个方式，我就用这个角度切入，我就发现其实也没有这么难唱歌。然后在唱歌的时候，你用你真正的原本的自己去面对听众朋友、面对观众朋友的时候，那感觉也是蛮新鲜的，因为。原本演戏的时候，我其实是不太习惯用自己跟别人见面的，就是会觉得自己就很普通啊。有角色的时候，我反而比较有自信。对，我正要问这个问题。对。但是在后来唱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我唱歌虽然是用真正的自己，我的创作就是我自己蛮赤裸的嘛。那每一次在创作的时候，也要讲这些生命故事。但我会发现，在唱歌的时候，其实那也不是真正的自己，那就是一个表演状态。那我就后来就比较释怀。其实说实在，是要拿出真正的我，现在要跟别人还是会有点不自在，毕竟那个是一个属于比较隐私的部分。可是我觉得还是在唱歌跟演戏的时候，去拿捏到那个中间的一个平衡点。我觉得演员真的很了不起。我觉得演戏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对我来说，演员有一部分要练习的事情是，其实他一样是你在演的是别人的人生没有错，可是你还是展露了那个人很赤裸的状态。可是对我来说，无论如何，无论有你还是透过镜头。我的意思是，你在面对观众的时候，你还是透过了一个镜头，所以其实你是在对镜头表演。对，所以观众认识的是那个角色的你。可是刚才陈飞宇讲到，其实够重构改细节，哇，
那是你自己，对，然后而且尤其是你到真的演唱的一个现场，其实你是自己去面对群众，那还是另外一种魅力，因为你得是跟那些歌迷朋友直接面对面，好，所以我觉得。台湾文工走起到重构，因为来摩强你好走以来，可以抬高了讲，哇，这个是一个互相帮衬、互相滋养，对不对？这个帮助这个，这个帮助这个，所以200岁提比的问题，因为今天还可以给听众转型，一共录性感细节，哇，进到录音室2个月，对不对？对，差不多2个月时间。对，其实演员这个身份对你。录音其实帮助也蛮大，帮助很大，因为这个制作人很知道我是身份是什么嘛，他知道我，然后他也知道我不是科班出身，很会的声音技巧很好的人，所以他在引导我在配唱的时候，他会跟我讲一些情境的方式，比如说他这里就会说，如果说是悲伤的话，他会说，假设我们现在想象我们在某一个地方，然后有什么样的情境，你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好，然后你去想象你在这个里面，那我，这对我很有效，我很快就可以进去那个地方，然后我很快就可以理解那是什么。在我自己录完也会很惊讶啊，原来只要用这样想象这样的情境，你的声音质地。就会改变，就会改变。所以制作人就说，唱歌就用想象就好了。我说真的吗？他说对，对你可能目前对你来讲是这样。我说哦，那很简单啦，想象我会，可以用想象的来唱歌就可以了。对，你看这就是让到够手机都刘进熙某种改感觉哈。不过所以陈飞就是，我觉得陈飞是一个。很认真跟很用心的人，来你是改亲父还爱用你。哎，你听说你还到恒春去驻村哦？对，去年9月的时候，9月时间一整个月，很热吧？很热，很热。哎，可是那时候已经没有7、8月热了，你们已经有风了，有风。OK， 几天捏铁，然后又连南铺，可是有风差很多，有风差很多。所以你去驻村1个月，在那边。主要就是为了一个音乐计划，就是要在那边写歌。哦，那本来是没有说一定要写多少歌，原本是想要做一个在那边进行一个恒春生活的 live podcast，想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这边的生活，然后有音乐的创作。后来就是总共就写了4首歌，在1个月。其实这4首歌写的超快，大概就是最后1个礼拜写的，前面3个礼拜都在玩，就是对，就酝酿感受跟体验，就是我们会一直不断的被带到去学打非洲鼓啊，去山上看部落房子啊，然后去跟小朋友玩啊。还有去海边啊，去浮潜等等，你想得到？你做很多事哎。对啊，因为3个礼拜就是要一直做这件事情。哇，这听起来很令人羡慕。其实肌肤一种感冒寒哦，我们光躺都会觉得说，哇，那1个月虽然说有一个目标，对，可是事实上某种程度也是完全的脱离你在台北的工作，台北给省发的那种，跟省发给干工，你可以完全放逐自己给干工。对，那我偷问一下，那个月对你来说？你真的觉得有沉淀，或是放下，或是调整事情吗？我觉得在那个月的确有，可是回来之后就会回来了。对，但是在那个月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环境真的对人影响真的很大，真是难怪孟母要3000，就是你到那个环境，你就不会很 rush。你就不会什么事情都要很急的去做，所以你不会有什么台北的事情放不下哦。当然，在那一段时间内，我还是时时的要跑回台北处理事情。可是，在恒春的时候，就是在那边好好的把时间慢慢的过完。了解，对，哇哦，对，而且还学了乐琴，黑猫。第一很存给时间，因为那边的那个就是最有名的就是乐琴跟恒春的民谣嘛。然后我们在那边也有拜访这个当地的这个国宝阿嬷。耆老啊，你知道国宝阿嬷她已经陈英阿嬷，我们去拜访的，她叫陈英阿嬷，她已经90几岁，她还可以信手拈来100多首民谣。没错。然后就可以在那边，她还现场示范，哦，好可爱，6个恒春民谣的6个曲调。1个也解释给我们听，歌词也解释给我们听，然后我们就在那边，你就感觉到啊，原来唱歌是这么自由的，就是当你看到这么多种不同的唱歌模式的时候，你就不会拘泥于一种流行歌唱法，你就会觉得这就各种滋味都可以去采集进去你的创作里面，所以在那边的创作，我觉得相对的非常的有土地的感觉。
哇，那你去找他的时候一定有拍照吧？有，还有录影。我就是要问这，因为这太珍贵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90几岁的一个国宝阿嬷，对。而且其实带起来安用音哈，我讲叫从高走戏，然后尤其南浦走安用改给吧，哎。还去什么书店巡回是吗？超，就是最近2个月，哎，很多场，几多场啊？总共15场，15场，对。你怎么这个？你就是有蛮多的创作歌手，为去都某空给你他讲通你个书店你冲狗哎，可是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机会，也做安永的事情？其实我的差不多5、6年前。就已经有做过一个类似，也是就书店巡回，该时间冲了大概有60几场的书店，全台湾1整年的计划。这很像古代，对不起，古时候那个夜市走唱，你比某给刘喜给狗树很红的歌手，因为那个年代的风情是这样，就是你要去夜市，各个夜市，对，因为那时候还要卖那个卡带，对。我觉得这好像不错，我来思考一下复古的感觉。你知道以前真品黑暗有你都要他给狗树就会哇，如果很文青或是可以很近距离的接触，就会踢书店通常冲狗60场，对，所以这次做的是15场。那也因为后来我还是一直跟那些书店保持有联络，所以我在跟他们联系的时候，他们也都非常支持我，然后就说好，排定时间我就去。那去的时候我有非常的有感觉，因为在5、6年前那个时候，我歌曲的创作都可是才刚开始而已。然后我在那个时候写的那些歌，在那个过程也写了很多歌，把这些歌全部集结变成了一张专辑之后，我又带回去给他们这些书店，我都要哭了。对，这是一个情感呢，真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我好像做了一些，就是一个累积。然后送给他们的一个也送给我自己的一个礼物，这样子，对，所以伊早让咱来做是来世界，因为某种来角色，又某种来体验。不过刚才前辈讲的安道，不论是南浦然后下高桥然后，许多数量都冲过然后，你看这是一个多美好的经历，很忙我知道，但是你再回过头来看那个的时候，那个是跟演员完全是不一样的累积。完全，我觉得演员是你戏演完了，你可能有一段时间你跳脱了那个角色，你就会重新另外一个人的人生。可是我觉得唱歌这件事情是回到自己，那个累积是一直累积的。我的感觉是这样。其实你但强安用你还做了，动都改事情，还有嘛改事情咧，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再同你讲。欢迎走在绕墙到轻飞乐的节目地图了，大家的分享几改，聊声音改体育中，夯一改专辑第一张专辑，这样好棒哦。上一团节目你讲到在独立书店巡回嘛，哇，听说去巡回演唱的时候又读到很特别的粉丝，有啊，有个一个，其实在2场里面各遇到一位听障人士的听障朋友。然后他们来找我的时候还蛮讶异的，有一位朋友是在外面等我，他没有进来听表演。那有一位朋友，我不太确定他们进来听，因为我没有注意到这样子。那他们来的时候就是拿那个手机啊，写字啊，打字跟我讲，还有用写字的跟我说，这个我是听障，我听不见，然后这样子，然后我很喜欢你，想要跟你拍照这样。那我当下我就是热血沸腾，因为我曾经学过手语，我2年前学过手语，然后我就心里想说，我学过，我终于可以用了，然后我完全比不出来，因为我已经忘记了，我是为了戏学的，然后很快速的拍完戏之后也没有任何的使用机会，就完全不会，我只变成我，谢谢。然后后来我很激动，我就打字跟他说，我说我曾经学过手语，不过我都忘记了，不过还是很谢谢你来，然后跟他拍照，帮他签名等等。那个当下我就会觉得，真的蛮感动的。你用不同的身份去认识不同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不管他们在哪边认识你，都借由了现场演出的这个场合来跟你相遇，然后又在书店这么美好的地方。
真的那个当下的感觉是，我觉得我可以不用拿唱酬都没有关系，但我还是有拿着。对，就是那个感觉是真的很值得，就觉得好像我在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牵在一起的，然后都很值得，然后此刻让他在那边好像就像开了一朵花一样这样的感觉。对。我是真的完全不会唱歌，完全不会唱歌。可是我可以想象，就是说，当一个演员，你跟观众是有距离的，因为我刚说过，他是透过镜头认识你。可是你在独立书店，其实你跟群众很接近。对，然后他给你的回馈很直接。对，我告诉你，我喜欢你，我想要跟你拍照。跟演员一般在外面，不管是记者会或者是需要的一些场合去见面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在独立书店这样安优安豆重改表让他了，其实是跟群众很接近的。我觉得这也是应该也是心里很被充满的时候，也被鼓舞吧。很多时候，其实，在去跑巡回的时候。是，比如说礼拜六、礼拜天要巡回，我礼拜五还在拍戏，然后礼拜一又要拍戏，然后可能巡回是在南部，我就要南北这样跑来跑去。可是的确在体力上会觉得累，因为你要一直开车，你要这样子奔波。但是在演戏的时候做的是自己觉得很快乐的事，然后到了现场演出的时候遇见的人，你也会觉得就很鼓舞，就觉得我在做的事情是完全正确，不用怀疑，所以就会觉得很值得。好棒哈！对，因为大白佛系类对于有在单年哈，就是又会夹讲哈，就是这个通常我们的题目都摸本来并地，你是很先充满，然后不可以想很久这样，然后就可以。就是回答这样。哎呀，更重哦。可是其实每一次题目都不一样，我觉得有时候会得到一些蛮意外的答案。我举个例子，像之前访问另外一个演员，我就问他说：“你最希望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动物或昆虫？”他就立刻回答我说：“不假思索，他说蝴蝶。”我说：“是因为很美吗？”他说：“因为不用活很久。”你懂我的感觉吗？就是说，你看，原来他内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想象。好，所以等下你水请他俩在带年的好好们亲肺哈。对，这个其实专辑还有很多故事，我们先保留一下，因为迫不及待等父母差的嘎嘎来问哈。好，这个好紧张。这不会第一题提一题，好像说，我也是这次才知道，一共。朋友界的停车位女神，你有这个绰号是不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那一阵子很久以前了，我很相信吸引力法则，我到现在也很相信。可是我那时候屡试不爽，就是不管我开车或者说我坐副驾，就是要找停车位的时候，我说一定有。就是铁口中说一定有，就算前面很多车我说一定有停车位，就真的就是有人会从里面开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停进去。那我就跟我这个司机就跟我朋友分享，然后他有一天就突然很兴奋打电话给我，我今天找到停车位，因为我没有停车位的时候，我就是想说反正就有一个停车位了，这样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吸引力会越来越多，有没有？我觉得大家一直跟我分享，我可以出那个小卡。我觉得我下次也要试。可以。可以，我来清摸听差尾，现在是给养陈飞名，然后我如果真的找到车，我立刻跟陈飞要跟我讲，因为我打算要出这个小卡，可以让大家放在车上或机车上，签名小卡喽，让大家就可以找到你。我觉得这真的太棒了，哇，很好啊！底下也提一提哦，这是他比较熟悉的题目，听一听哦。问一下，你有没有曾经弄丢过？总唔见睇嘛，赶紧。心中一个东西，然后你到现在都念念不忘。你有没有生命当中曾经丢掉过什么？你到现在都很念念不忘，或是觉得很遗憾？没有因为我肯定有弄掉过很多东西啦，但是我觉得我很少会去遗憾。我觉得我很少后悔，以及很少遗憾。就是我好像是一个蛮当下人。哇，很棒！对，就是不管爱跟恨都要当下说清楚。很棒，你看，我觉得很棒。对，好，你做过最叛逆的一件事，你自己定义就可以了。对，我做过最叛逆，应该就是踏入这个圈子。但是也没有后悔，我也没有后悔。真的，这是对你来说最叛逆的事情。如果是我都是顺着我自己的心意，没有叛逆。如果叛逆对别人来讲是我的父母的话，我相信他们应该会觉得这件事情到现在，他们可能还是会担心。现在还会吗？这么久？应该还是会，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个行业毕竟还不算是一个很稳定的。
他们总觉得这个行业跟别的你知道行业比起来还是比较多风险，对，所以他们还是会这样。我知道陈飞一开始要做就是表演这件事情的时候，爸爸妈妈会有点担心，可是就是已经这么多年了，现在表现这么突出，还是会吼。多少还是会，但是当然现在跟以前比，已经是比较就没有那么的程度这么大。了解。但我想他们还是会吧，因为毕竟我在台北，他们在高雄嘛，有一个距离，虽然有美感，但是也很多的问号嘛。想说你每天到底都在干嘛这样？哇，所以你看，就是真的，对，所以对给几个本身来讲，其实没有什么叛逆。刚刚那个定义比较像是爸爸妈妈看你，对不对？好。因为刚刚说过去恒春嘛，如果说现在，因为我知道陈飞俺丢一类富兄奶毛寒，如果你现在可以放一个长假，你最想去哪里度假？全世界都可以吗？对，还是就台湾？全世界，全世界吗？都可以。对，那我想要去南极。真的吗？对啊，虽然那边什么都没有，但是没有去过哎，而且我可是你不会先说出一些大家常常去的地方，因为他说出一个大家不会说的地方哎。对啊，我想要去，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讲出来就有赞助商要来吧，我就要去南极。因为你刚刚脸超可爱的，你刚说真的都可以吗？全世界吗？那我想去，你那个脸真的很渴望哎。放松熊维提的面哦，真的。对，因为那边不容易到达啦。啊，对，我想去。是哦，你看很难想。或是太空站也不错。你看。就是你知道地球上面，哇，你看真的是很不一样。等一下，我要再问一个，就是 OK， 如果有机会，我觉得你会想开，如果有机会，你会想开一个什么样的店吗？书店。我一直都在想这件事情，我可能会开，因为我去过很多，然后理解过。可是我的书店可能不是一般卖书的书店，我想要做的是串联所有书店的书店，就是它变成一个平台，然后变成一个大家可以共同来做一些事情，做很有趣的企划的。好。哇，真的耶！哇 ，K 系列还有好几题还没有问哈，可是因为我很想介绍专辑封面，所以看等一下就西店找到陈飞问一下。这是这一次的钻石改封面，对不对？你看好可爱的陈飞，不过其实大家还讲有卖两种钻石，大家走在发现到，哎，这是正面的你，对不对？对。哎，这个是谁？我小时候。一模一样的姿势，这是你刻意的设计的巧思。对，拍在设计师我们一起讨论，然后我们就觉得，因为这是第一张专辑，从自己出发嘛，然后想要做一些拼贴的东西，所以就想说，那就过去跟现在的拼贴。对，所以就做了两个不同的对照，一个是小时候，一个是现在。是，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你那时候这么小就会摆这么。fashion 这么时尚的，这看起来 fashion， 我想我应该只是头很重、很累之类的。对，就是这个姿势，就是很动谁是为走2天时期。我有问过我妈妈说，为什么我这样子？就是这是你叫我，我有问过她，她说我不，她好像真的从来不会叫小朋友要做什么，她说就是你的样子，我就只是拍下来而已。太可爱了，费兄改等一下，你看台刚有没有反应？哇，小就很会哦。其实根本跟绕想清费雷斗节目地图出推到台高的费兄，哇，很动范有一张新的专辑。不过我们今天要不绕 Q 陈飞，等一下帮我们拍一张照片，对不对？哈，拍你的照片，然后帮我们签名。好，你用心朋友系讲要注意，你风起落嚟改免数是做得传统用意咧得到清费改2种相片，拍你的一样很复古对不对？好，然后我觉得也跟陈飞这样子整个聊下来，这个哇，跟他个性也很像。好，因为费中石萌妮，我们也希望这张专辑能够有很棒的，可以带我们到不同的地方，好不好？也可以带陈飞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地方，这样子好不好？谢谢陈飞，谢谢呀，还讲用性感钻石还要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定会好哇，乡亲朋友3年下来你都做认同了。好看福喜类咧节目嘅乡亲朋友，我記得去到呢個免數咧簽站哦，還有填入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也記得留兩支影片分享出去哦。